选举进入最后10天，同时嘛是竞选活动起跑的第一天。台南市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候选人陈怡珍上午伫个家己节制立委陈廷辉的陪同，进行车队扫街的拜票行程，希望伫个关键的时刻，拜托大家绝对袂用的放松，一定要全力来催票、顾票。今仔日是选前的前10天吼，进入了这个选战最后冲刺的期间哈。所以嘛，感谢姐姐婷飞哈，今天终于有时间来陪怡珍来扫街哈。那也希望说，最后冲刺的时间，因为今摆怡珍出去哈，无论是咧扫街啊，是路口啊，是咧六本社车，大家讲吼，这怡珍稳的无问题哈。但是如果没有选票的支持哈，一直受到这个稳动算的这个留言的攻击哈，很担心哈，最后在1月2日哈，这个老把赛哈就是怡珍哈，所以要拜托大家哈，集中选票哈，保住优质议员哈，让怡珍可以继续在议会为大家服务发声。立委陈廷辉因为本身是民进党的中执委，身兼全国各地辅选任务，加上目前阁是立法院开议的期间，伫个维护门禁品质，同时还阁兼顾辅选的任务，因此只用个利用琐碎的空档来帮助家己的小妹顾票甲催票。基本上吼，因为这段时间，我拢爱去全国辅选吼，讲这会当留伫地方帮怡珍的时间是足少，拢是用空档吼，拢是我甲怡珍讲，怡珍我明仔吼，好像这个立法院不用动员吼，有1个2个小时，那赶快就卡进来，然后都是用这样子很穿插、很临时的方式吼，所以今天因为在第一天，我发现说。在这一段时间哈，实在地方的这个所有的这种温动算哦，这3个字已经变成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跟包袱哈。因为现在如果你分票分过头了哈，有可能陈怡珍变成落选头哈，所以我现在就变成是很担心哦，因为这一段时间真的都是怡珍自己处理。那今天在10天的第一天哦，真正进入选战的第一天的当中，我。再怎么样都要回到家己的所在来，甲大家拜托，真正这10天，拜托大家一定要购票、邮票而且咧帮怡珍催票，因为每一票会当票票入柜，才是最后胜利的关键吼。担任12党的议员陈怡珍成绩有目共睹，唔定时间莅临议会并监的优质议员，更加是法学硕士的专才。不过，呼声高并无代表运动选，因此立委陈廷辉拜托民众一定要集中选票，袂用来分票，让好的人才继续留伫个议会，莫让陈怡珍有落选的危险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